阿英，鱼条好了吗？谢谢哦。您得请稍等一下哈。好。再来哦。阿正哥，我油条冇啊？用呢？用了吗？不好意思哦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有没有烫到？有撸到冇啊？到鞋子而已。不好，用手随便好嘞，随便。随便。不好意思哦，淑焕，你来投一下。我的早餐好了吗？好了好了。把牛牛来嘛。好，我要拿餐点41号。马上来。来，谢谢。稍微标一下。豆浆、蛋饼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，好。所以，爸做成什么嘅啊？佢係咪妒忌嘅？你是做个老板班桶啊？聽說係你是咩機油嘅冇嘅開嘅啦？唔得要有披頭麥跟米西嘛？出貨嚟未？來看一下。好。用用係冇？哈，以前迄阿公唔記得老虎關體的啦。灰色嘅炊煙，小暖的天際線，平靜的一年秋天，嘅路紅嘅茶葉，落入乃是田野，唔多啲嘅，有個幾行嘅。來來去去嘅鬧熱，順灑現轉消散嘅時間，思念一遍一遍，有深有淺，難有你在身邊。伊大做会伫去做马件哦。开妹的是你的，咱的是你是，清水妹啊是你是，我卡拄个电话06-207-7639，电拄的电话06-207-7676。冇事情哦，有啲偏酸叫咯。哎呀，老嘞，屎尿多，做嘛个？做唔得迄咩？好啦。
喊佢條整理間房土土邦邦嘅，又想要做夢啊！爸，我手機響誒，捱啲，我所以下。用真多呀，動漫呢？背多咧。我廿歲股現在應該到台灣嘅。蠻好聽呢。機場比人機有穩標，應該出1-2年啦。嗯。我根本已冇留唔到嘅間房整理好來。唔咁好聽，這個會轉來帶我考。冇叫去奶。叫男朋友係。我冇按樣講哦，唔似架唔會去滿世故。唔是滿啊，而上位講就會留人講啦。似你錢嗬，從細就係按玉樹嘅人啊。既然係滿啊，冇聽說唔兩晒感情較好啊，啲較多捱唔啲嘅事情啊。唔懂八卦呢？哪有？有。冇。好啦。才是唔記得咧。好啦，三個加油喎。好，加油。嚟。我睡着。我托梦，你知道什么是吧？哈，都是要回去講一下咩，又唔係死人嚟嘅。哦，這個身體起做嘅羅皮板老師菜唔好食，我看唔係冇食幾多，不過店鋪還有當多東西好食啊！你看呐，有錄到嘅藥嘅，就冇咧，遲啲遲下唔可以去買。就我講嘅，怎會做咩？啊，你還有想要什麼嘅冇？我拿送來本。唔是，係冇有啦。唔可以有做嘛，有嘛個頭呢？係錄到去㗎。我就啲店行，唔想要什麼嘅，老人講一聲，我就會總本嚟嘛。哎呀，你遲還忙轉來啊！你下去點度哦，聽書啦哈。你搞本嘅。用說捱爸有想要什麼？我啲。好，啊，還有一總到頭呢。捱啲，你下去聽書啊，捱啲。你看什麼嘢？你要安慰諾呢？佢咪係少年啊？你書用嚟啦？冇啦，對哦，做迄少年手錶嘅哦，也算物嘅咯。冇用嘅就好了啦。阿生哥啊，我同佢去市場送油條，食咖啡嘛？係冇去。啊？係冇去做電燈泡。你講嘛該啦。哦，捱啲啦，你想去繼續本地嘛係嘛？落去。好，落去。
好。哎，红来。哎，安总。老徐啊，咱两摆收紧走哦，找你讲者。好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阿春哥啊，哎，后面，慢慢调的啦，定来啦，定来。哎，以后，哎，老李，哎，油条，哦，好，谢谢。您今天也来一碗吗？好啊，好，您坐一下哈，马上来。好。咱今饭用暗嘛，俺又做红跳糖，又一般会分哦。哎呀，不是啦，好啦，唔是5分钟啦。哎呀，俺不会摇啦。我早点啦。哎呀，不是啦。哎呀，晶，做嘛干了？天啊！哎呀，你唔好暗用啦。早点啦。哎呀，你们会暗用好吗？哎，啊，淑欢，听走。哦，好。哎，我嘅录到嘅喐嘅。哎呦，人都做出去嘅，约个张蛮正来。哦，啊，先让俺同田讲，因为用到的老油条，好去了表。我做起了。阿公同叔公去市场送小饼油条了。唔係錄到咧，還出門哦。啊，哎呀，應該冇用嘅啦，迄個只係金鐘咧。哦，哎呀，就是你做嘅個羅皮板啊，太難食嘅啦。把肚雞嘅怎會做乜嘅挑嫩軟，沙路都切噶。唔但搶亂，還要加挑皮哦。冇個做嘅乜嘅羅皮板咧，食到會驚哦。唔過我唔做，哪有辦法做出媽媽頭擺嘅種米絲哦？到底係咪嘅咩事啊？你香港嘅咪一個種係？唉，完全冇傾用。當年你買嘅種班吼，人家媽媽做嘅差多咧。自從都賣煮籠飯嘅頭家有講，伊很有時糯米，很圓很嫩，油油白白。冇，我知道一般糯米、一般菜來米，安尼會較拄好。好想在上面戳一個洞，你很變態。條色凍少呢？有嚟希望，整弄地來斯啦。哦。等你啊，小啊，來，是啦。哎呀，就係你睇好食飯，馬上會見做。還好點好無講買飯咧，唔就認真出去弄湯。迄次油條裝喺冰涼下哦，先上去整理倉庫啦，味道用新嘅版面，你同佢辦過啦，唔愛啦。好了。
哦，嗨哟！今本日生理好无啊？我是大家嘅好邻居，大家好趣味。阿婆，本日有一则好消息可以同大家讲哦。就係客家電視台鬧熱大擂台，我來演一做唱歌嘅比賽嘅海選吧。唔單止咁樣哦，呢度去鼓勵大家做多多講客，還有多多唱客家歌。贊助多好嘅獎品啊！ Mọi người buổi sáng hôm nay như thế nào ạ? Xuân Nhân hôm nay thì được phấn khích. 嘿，有糖多冇？唱歌嘅比賽啊！阿勇啊，唱歌唔係當好糖，去報名參加啦。 我啲無限無談清楚啦，嘛個比賽啊，我冇去啦。冇去。我去。哦，無限嘛個事情，哎，老你聽數啦。阿咪啊，你報名好咧，就寫唔同阿勇嘅名啦。哦，係教你咯，就做對啊，聽下唱情歌咧。唱情歌，哦，好啊，嘅我去報名咯。是咁冇誒，我去唱歌，你自家去唱就好咧啦。同埋叫我做乜雞喏？老啦，食茶啦。你阿咪哦，想要唱情歌嘅對象很有名誒。你總係有個市場裏邊哦，錢有錢，錢緣到，有情有義嘅黃金單身歌咧。 當然去咯。做啲嗬，見本人嚟送油條就好咧。前年來有乜嘅好啊？唱會好捱啊！阿豪，都好。人係留言看客家歌幫阿咪好冇？阿咪是，呀，做曲天我去參加比賽哦。按兵哦。 當然變啊，韓國係雙人合唱哦。阿生哥講，我講嗌唱客家歌唱嘛，阿生哥。錯，練好來，係講冇問題哦。唔同阿勇啊嗬，兩個人哦，聽下去唱歌，上台比賽嚟。好，阿勇嗬，我一下做你去錄一台，一下做那本唔亮啥。安做先，唔係。 阿勇哥，亮啥？強下，加油啊！加油哦！叮叮。阿勇你來咯？你來哦？阿姊，難記得呀冇？阿媽話嘅嘛，做噶，好久嘅呢。我頭擺一筆挑呢張400元。做噶。400元係幾細筆啊？當台幣好冇？20年前嘅400元哦，老一下根本比唔得。頭擺啊，睇下買人嘅挑呢，喺連天講就擺列的一路擺啊都好嘅好呢。做噶，人要挑呢嗬，要貴就順。 手就徛唔起來咧，我看到也美女哦，就想起來喲。記得。你看嘛該看多認真啊！媽媽話嘅食譜啊，我當叫冇看到一條筆記，都唔記得要有嘅東西咧。好啦。原來一啲超有些啊，我用嚟做蘿蔔飯哦。
原來係姨婆教媽媽做嘅哦，佢嗌我打電話問佢。錯吼，俺樣都冇想過我去問媽媽嗰邊嘅親戚啊。你記得上排去只婆婆卡，識到嘅老闆班真勁當好食呢。原來媽媽嘅書意係對嗰邊學嘅。佢嗌看一擺真勁有機會，老媽媽頭擺嘅面試做出來咧。做啲本把應對捱大嘅班，即做啲地點都重新開始賣咧。看吧，係咪有啲碰頂風水踢咧？險佢起面藏水。講呀。你做乜嘅趕出嚟？係現在看呢？唔都衰得咧。哎，那有啦，你做開啦。爸，我應該啲安樣嘅老羅皮班做到下好事咧。哎呀，難死到佢要死哦！係咪過世咯？唔使冇以前嘅有嘅事了嘛？早就是咯。好啦。哎呀，太家做，食咖啡咯。哦，來哦。安坐。安坐，哦，食咖啡咯。哎呀。安坐。用係咪按多浪啊？唔知呢。唔多咧。有件貨嘅，用嘢啊？前兩日做跳呢，都是好社會啊。係哪有啊？冇亂講哦。冇問阿姊啊，係佢講到嘅。哎，安坐哦。來，食咖啡啊。哦，安子些。來。用完到咯啊？係啊。難啲咧。喂，頭家。我原先跳呢啦。唔用所人都亂來咯，我冇係慢到啊。有人帶來聽，馬莎。咩唔啲哦？臨時工。其他機唔錯嘅。唔就啲人民嘅用嘅量咩？好點嘅用得到係咯。咁也疲亂，做唔得人係多算錢咯。就按用公聽了。好，按姿勢哈。好，再見。飯還蠻好哦，咁樣還慢。做了咖啡呢麼？油條唔做條慢咧，夾啦。過來啦。夾，我快點嘅嘢哈。我夾啊。喂，姨婆。
没得你婆。来问来。喂，姨婆，兄弟，你起啦？我有事情吼，想我来请问。我一下準備開點咩咧？等下我個大本，安子細哦，啊，咱來了哈。哎，有啲邊嘛嘅出事啊？我冇。冇？我正嘅動向愛做最好食嘅蘿蔔飯來賣，叫人哋聽聽啊，做唔得起。店度嘅生意唔好，又唔係因兩人嘅事誒，我愛做地位事情。生意唔好係因為哦，你哋哦想要降低成本，買半成品加工來賣哦。當時嘅米市就冇通用咧，愛做就廣告咧。據說我咱想要開始賣即家做嘅客家蘿蔔飯啊，咱做得變做店度嘅新招牌啊。招牌？係啊。拜託咧，你想到嘛嘅就做嘛嘅，咖啡哦。我一擺係唔認真想過咧，我想按度，你喺邊度店度好啊？很自家想的啦。哎，水分差不多了啊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哎，開店啦，做生意咯。好嘞好嘞。来天数来天数来。哦。好内用吗？好，那你先坐一下，要不要吸管？吸管。大家早啊！哎，水源哥，早早。哎，早早。30，好，刚好，谢谢哦，哈。还要什么？恁个开始做菜头粿啊？啊，敢会当预定啊？哦，足久无食恁家菜头粿啊呢。还没，我们还在试，还没开始卖。安尼哦。哎，拍谁啦？哦，以前恁家做的菜头粿足好食的，我足欢喜人咧味的呢。好，多谢啦。啊，还要什么吗？啊，无来一份蛋饼加油条啊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再来对应。好，谢谢。坐一下哈。好，所以乱标油条。哎，你这个大萝卜饭哦。做工。冇够大的啦，给没有本钱呢。来啲啦，我即刻要送好来哦。送好。啊，你来啊啦！哦，加油水哦，比赛爱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欣赏啊，娘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，哦走鬼，风流做什么呀？哎呦呦的儿哟。喂，阿咪 ，Go！ 阿勇，哦，勇勇，你用得来呢？啊，亲亲当久呢？怎么个？
唔記得基本要比賽了哦。啊？我先練下喎。比賽？啊，行起藝應該先本阿生講驗書，驗書嗰個長老唔合創。啊？乜嘅啊？乜嘅驗書啊？是先生，藝本驗書改啊，根本要比賽咧，唔攞藝堂看啊，看藝衝到用誒。你唔記得係嘛？你係唔講你走去衝客家歌呢？敲門那心那上，心上路的狗。哒啦哒啦哒啦哒，敲門那心那上，路途有幾多？哒啦哒啦哒。有咁嘅情形啊？必負舊情啦，阿咪要愛參加唱歌比賽，愛追求曙光。嚇？阿咪，好嘞。樣誒，謝先生，做得冇？做得啦。做得！唔該，做得行卡好。啊，行卡好。絕對做唔得啦。一天大冇命誒，係咪本年生呢？我想講，我按其他啦用個合唱呢。冇一擺嗬，阿勇哥先上台唱，嗬，定期同個出現呢個副選，個老人聽下合唱，好冇？好 ，yes。我冇愛啦，我唱你這個唱，我對你開愛嘅啦。做得啦，阿勇哥，冇啊，你先去唱嘛，我做廿分事啊。冇啊，冇去唱啦。我老人加油哈！你愛唱啊？啲市場嘅太高，到底你要報名嘅。我冇啦。冇騙上台。你騙啊？考慮一下。實做得啦，哈哈，做得啦。阿勇哥先唱。什麼第37組嘅參賽者，我唔看哦，當組都按會唱按會做啊。咁接下來呢，就係基本一個親密一組了。親密一組係第38組嘅好朋友，也參賽者呢，也都係雙人嘅組合啵。也用熱烈嘅掌聲歡迎第38組參賽者上場。來，鴉片毒王槍。唔是客氣，也採出廿嘅何長爽爽。有咩講呵？好。兩位演導歌嘅嗬，今日打扮到動派頭呢嗬。聽講啊，本來啊嗬，係要安排啊男女合唱，臨時要改喎，係內容錯嘛？錯啊。錯呵。阿哥講呢個語氣係緊張啦嗬。請問啊，你喺7月8參加安尼嘅歌唱比賽嘛？係啊。係嗬。做得睇下開始嘛。嚇？頭一擺談到亞種要求啦，我加啦開始，冇問題。亞種話唔是多講，分享啲38組嘅好朋友，我帶來亞條歌曲《阿九間》，掌聲歡迎。老姜，加油，你最棒！可能阿老年老人加油啦，幹嘛嘅呢？做得啦，好。阿秋见，阿秋枝，阿家婆做生意，愛去唔愛去，開眼打扮2、3年。阿秋见，阿秋枝，
阿家婆做生意，爱去唔爱去，海外打扮两三年，海外打扮两三年。耶！来吃饭哈，看看。我什么太假？我去挨掉唱歌哦，什么啊？来，好，吃啊！哎，我真经冇想到，出国5年赚到福卡。第一集看到嘅畫面，竟然係爸爸同阿勇叔上台去做選秀歌手，唔亮啥，真係越來越囂神。係當然咯，唱歌比賽哦，哪有看幾多歲嘅啊？60、70歲啊，都做得啊！你看，你看，矮郎嘅爸爸按囂神啊，你看沒有？好了，错了。哎呀，上台以前啊，个爱死哦，也好按敢讲哦，莫讲啦。阿公，叔公，人哋根本就係原子少年長青版，錯冇？錯。乜嘅？原子？係原子少年一集節目啦，姑嫂。唔掉做對按做原子老年咯。來，吃飯。來。哎，你算麼？跟一拜愛裝嚟結叫啊！我啲一邊潛條路冇啊！哦，大下叫掉啦，謝阿姨，安尼我張做題目實際同藝術太好嘅事情。我要講做得靠藝術太好係，唔是老愛參詳啊。媽，我當然會老唔參詳啊！我一下請係先多看多熟悉資料，安尼唔會好好討論嘛。按討論哦，唔會通嘛嘅好幾天咧，冇幾日就有啲嘅看語會冇誒。唔看小書，按認真啲嘅表現好嘢，唔會多留意好些點嘛。啲嘛。李姐啊，有對象冇？30歲了，好結婚了。我有我嘅事業，我嘅人生規劃，係望想到結婚嘅偏輕。唔結婚愛做乜嘅咯？唔結婚愛讓你成家強4年啊！唔係我冇想我結婚。做到錯嘅人、錯嘅時間，我就會結婚啦。冇前途萬途，托到爛菩薩。我出國以前，我按辛苦老人手機嘅對象，又好又唔易，希望怕早就結婚呢。你曾經知道一個老師嘅與會職員係我結婚嘅對象哦。你曾經知道我老記做得了解對方嘅想法係？唔都幾多歲嘅，個拖下去哦，冇人愛本拖嘅。背面係咩愛捱老唔聽手機，唔係要睇捱嘅哦，捱就唔想聽嘅啦。結婚嘅事情捱自家負責，唔是小 thank you。好，我去變數啦。結婚安太嘅事情，嘛嘅捱唔是小啊。此世就按用啊，相顧之家，冇想到拼人辦事。我說你就會知道，我一生希望一個都太爽咧，係嘛？你就會知道我吃屎咩？我冇按用講，我是喺老人講結婚嘅道理。結婚，有很重要係，總比唔加好啊！唔老自從結婚嘅經驗誒，唔計用時講邊嘅加本人，我清年行喺離婚嘅啊，嘛該合。好咧啦，唔好講嘅啦。根本啊，係歡迎你先轉來，唔係嚟演解啦。所以有拉絲冇？我就會睇中嘅啦。唔知我有多30歲嘅還按用啦，按關心啦，唔肯結婚，唔肯供死人嘅啦，本身冇衝太人啦。
莫结婚又娘哎，你为了结婚才结婚，我为去个完成了一个什么人生目标，对你人生胜利组嘛。接下来，个人没办法完成个梦想，很少人会去完成，安尼就知道你懂强错嘛？你就会人个结婚嘅意义哦。好啊，好嘞，好嘞，莫讲的啦，吃饭。好，好，妈莫骗。爸，还蛮壮来哦。叫咩讲去骗手？系啊，哪个哈你骗手无看到佢？冇看到佢，冇啊。哎，就那飞机咯，来看看。IV 啊？哎呀，冇带手机的啦。你爸爸真紧呢。就都耐心。系啊，你骗手冇看到佢，我冇看到你啊。好，哎呦，李琦，你去泰鲁峰情况呐？好。阿勇说，你就顺便转部卡去路轨路的钱。好。春雨老你先去富区的两只公园情况呐？淑欢带小叔去摸林沙，有看到阿公冇？我去李总给拜托几天数。好。你迄个片情啊，迄下片情。好。李长，歹势，你有看到阮爸无？恁爸？嘿，无呢，是安怎呢？他没带手机，我联络不到他。你看到他的话，打给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哦。好，拜拜。欢迎光临。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我阿公有来过这边吗？李琦啊，刚喊你出门，你聊天否有关冇啊？有啊。你喊你聊天否讲啦，我送去看看咯，希唔希廿八进来哦？系啊。爸，哎呀，冇事情啦。廿爸冇错上，也冇用嘅啊。我转来哈，就看到佢坐嗲看电视啦，冇事情啦。你到底你去做乜嘅呀？我转来唔好先讲哦。你讲话安太上做嘛嘅？做乜嘅？冇呐，唔可以睇个按用中头看人件钱唔当听嘿。我闹脾气呀，唔免按用木嘅呀。就到底听唔捌嘅呀？我为人家笑嘅。好嘞啦，爸冇事情就好嘞。那冷静点会好冇？冇事情，迄夜拜冇事情，你喊拜咯。好嚟啦，爱想转啦就转啦，做唔得哟。冇想要老院长讲法啦，走啦，冇想要讲法啦。阿生哥啊，阿生哥啊。你欠死啊！生意系。滚啊！老张转去了，还有东西要分给呢。家下转去嘞。哦。我问哦。嘿。爸呢？敢要提拜啊？娘诶，
唔见睇啊！唔夜补的有吃到今仔味乖乖冇？无啊，佢唔系爱做乜界就做乜界。我先去请老姜哦。等下。你先试一下，看米线用没？哦，做乜界系哎，nhà上马暗领，当然爱不能吃啊。唔吃看啊，然后阿姨演个出来嘞，恋爱拖你不了。OK，nice。用诶。夹掉的辣椒很较好，辣椒嘞。唔好吃乜嘅都愛加辣椒好冇？哦，夾夾啦，你先用诶。真咁講，養過所有嘅老陪伴。你唔知道，老人細細時節食嘅蘿蔔飯有搶冇？有搶啦，唔過很差一絲絲咧。你係用嚟做嘅啊？這樣做嘅啊？哦。媽媽畫嘅食譜啊？唔想重新買版嘅係？錯啊！佢同上啊，佢唔知自己都擺咧。做㗎，我爸突然對講，嗌做嘅飯唔好食，做唔得買。佢說啊，嗌就希望姨婆看嚟媽媽畫嘅食譜，做嚟幾一擺，一擺係嗌自己知道，輕鬆嘅一擺。我知道那個米絲動針咧，唔過爸會用上嗌出唔啲啦。既然有信心，就來本爸爸試看啦。冇聽錯，要擺嗰個關咧。好啦，快點，拜拜。安得少。立行，你來啊！老姜，辣妹駕到。走。給你。智利的咖啡豆。我去做藝術交流的地方，剛好就是產地。我想應該會想吃看啊，記到隔壁嘅米絲，我就讓唔買轉來咧。看有中意冇啦？我按都說咧哦，還做在樹度按後生按講嘅什麼嘅電路哦，蘋果爸啊，多謝你哦。Thank you。喂，20片嘛？好啊。好，來。哎呀，俺呀，還是來看我哦，什麼嘢哦？哎呀，一下爭8點半聽聽呢，相遇唔到咩做床嘅人哦，會知道動壓咧。照捱嘅時間來看，冇聽錯係咪試下咧？係咪試下？哎呀，後生人啊，吃飯要準時，冇人身體啊會壞嘅咯。好啦。哎，是。老姜，我爸嘅身體係唔係有乜嘅問題啊？熱淚砸半耳，熱淚流來一家皮，想起路人家。熱淚砸半愛，熱淚家破帶上結，向到離下。笑法，含笑法，柔術含分開。燈影下，你